細個真係。我哋算老嘅其實。你哋超老。但係上次嗰度係40幾歲嘅，30幾40幾，有啲阿叔。Under 20嗰啲啊？冇啩應該。細喎真係啲樣。大媽佢完全要保住好翻後面係，因為佢平時佢做跳舞啊嘛，最緊要保後面。其實應該揾 run 嗰啲打頭，run 同歌。Come on！係，D啊，D啊。D啊！唔係啊，三球咩？係三球。
打的